来，这个台北市的跨年晚会，明仔暗就要登场。市长郭文铁呼吁民众要来下载到台北通实名制来登入，才会当快速来通关。经济瞬息万变，我们在观察这未来24小时内的国内疫情的变化嘛。因为有些我们毕竟是人不是神嘛，不能预测所有事情。那我们还是按照要举办的方向去准备。今天、明天呢有寒流，你知道，在家里看电视也是个伴哦。还有一点呢，我发现哦，在我们这个台北盆地的零线上面哦，看101蛮清楚的，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到周边的山上啊，甚至这个基隆河畔，你知道那个大家和平公园那种比较空旷的地区去看101哦，一样看得很清楚。郭文铁今仔日是参加台北市信义区公共主体上梁祈福的典礼，这是属台北市的地价房价正贵的区段。未来要来起综合性的公共主体，租金是不是又来创下新高？值得关心。